係啦，咁啊內地方面啦，今日嘅經濟數據好過市場預期，咁啊其實都有少少啦拉升翻個港股啦，就上升呢一下嘅一個反彈勢頭。咁但係奈何啦，就見到就係個成交量持續都係比較細啦。咁再加上啦，港股通方面啦，亦都係資金第二日淨流出，咁其實令到啦市場方面對後市嗰個上衝力度，暫時啦都係有少少缺乏呢個叫再突破嘅力度，因為始終今個禮拜啦就各大嘅央行都會進行議息，市場方面咧都較為關注啊。咁但係當然重中之重就留翻咧下個禮拜二啦，就美國總統大選。咁預期啦，咁喺個總統大選之前啦，市場方面嘅觀望態度啦，其實都會進一步濃厚。咁雖然話個觀望態度濃厚，咁個成交量都係縮減緊，咁但係反而啦就有機會令到個港股個波幅啦嚟緊都會進一步擴大，因為始終低成交情況底下啦，都會令到個港股啦有個大嘅一個變動。預計嚟緊啦都會喺維持啦22,700啦，到去23,700呢啲位置啦，做大幅波動。因為始終見到上下呢兩個位置，其實都係一啲牛熊證嘅一個重貨區嚟嘅。咁預計喺個大市區嘅方向或者等緊消息變化之前，都有機會啦進行呢個即係牛熊方面嘅一個即係挑戰嘅一部署。咁預計嚟緊一個港股都會出現一個大幅波動，投資者都要需要留意翻喺美國總統大選嚟緊一啲民意調查嘅變動，對個市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其實美股啦喺今年啦喺踏入第二同第三季啦，都係繼續啦領漲緊上嚟嘅。咁當然同內地方面啦，一個叫供給側改革啦，其實係對煤炭嘅一個企業其實帶嚟一定嘅利好嘅因素。咁但係始終累計升咗唔少啦。咁再加上啦，之前喺早兩個禮拜前，內地方面都有唔同嘅會議，就希望就令到個煤炭方面嘅價格啦係可以穩定翻落嚟嘅。咁所以我諗就現時啦，就反而一啲煤炭股可能都有個政策層面啦，對佢哋有個某程度上嘅干預。反而我諗就現時啦，咁其實見到神華啦1088今日嗰個升幅啦，其實比較亮麗啦。咁如果你話即係追翻煤股嘅話，咁其實都不妨啦留意翻另外兩隻煤股啦，好似1171啦兗州煤同隻1898隻中煤能源。咁其實之前呢一段啦，其實個調整幅度都比較多，亦都啱啱啦就試翻嗰個20天平均線呢啲位置做反彈。如果做短期嘅部署，我相信呢兩隻股份都有機會啦，就跑贏翻就係好似神華即係龍頭方面神華啦，嚟緊短時間嗰個股價表現嘅。長實方面嘅前景啦，雖然話見到長實喺過去呢半年啦，其實新樓銷情啦，其實就唔及其他咁積極或者係咁多新盤推出，咁但係始終見到長實方面亦都有好多優質嘅地產啦，地產項目啦係可以進行出售。咁好似啱啱喺上個禮拜啦，先至有喺內地方面嘅世紀匯啦，就以一個較高嘅一個價錢獲利方面啦有60幾億，咁而現時啦亦都有傳啦就係中環中心有機會出售。咁當然現時嚟講，就中環中心未有一個落實嘅消息，我哋就睇翻原本就係已經公布咗，好似世紀匯呢啲都係一啲可以持貨能力之後啦，咁其實獲得一個較高利潤嘅一啲項目。咁所以我諗就現時啦喺個資產出售嘅情況底下，其實對長實地產的而且確喺個資產淨值上啦係可以一個提升嘅一個作用。咁反而我就現時就唔好期望咁快啦，就長實地產有一啲叫特別股息派發，反而我就期望緊到底係出售咗相關項目之後，揸住嘅現金資產到底如何處理，或者有冇啲新嘅項目投放。咁所以呢一個咧都會成為市場關注重點。我預計咧嚟緊長實有機會可能挑戰翻62至63呢啲位置都唔出奇，因為始終資產淨值咧其實都得以提升。咁而地產股嚟講啦，當然你話近期嚟講銷樓比較理想嘅新鴻基地產啦，都有機會跟隨其後。咁但係就少咗就係一啲叫大型資產項目出售啦，而帶嚟一啲叫特殊性嘅收益。咁所以我諗就現時咧，若果半間地產股其實都繼續以翻長實地產都係可以有機會提高一線嘅。今日同大家推介股份啦，就呢個386中石化嘅。咁其實見到啦，集團方面第三季嘅業績表現啦，其實能夠出現一個叫大幅增長嘅一個狀況。咁再加上啦，內地亦都係允許啦呢個油氣價格上升。咁其實都可以啦，有利翻嚟緊386啦，喺煉油化工以及呢個開採油方面啦嘅一個業務嘅一個進程。咁我覺得可以喺翻5個7呢啲位置啦，做翻一個吸納部署，而上望目標啦就6個4，止蝕位咧就5個3嘅。頭先講嘅股份並未持有嘅。